会xuất水搁好，古种解说两句啊，含咧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比咱今日研究讲日本人用汉字写日本话，中国人用汉字写华语，台湾人嘛用汉字咧写台湾话。有当阵啊，一句汉字写出来，台湾话的理解甲华语的理解无相像哦。国情啊，你咧讲啥？头一句咱来讲啦，讲吼华语咧讲吼，这件代志互你真辛苦，真无用，非常的辛劳。您非常辛劳。不过这两字台湾话，敢若一种解说啦。国情唔免加讲，你敢若看嘛晓读辛劳。辛劳就是讲咱领人的袂急，领人的薪水，食人的头路，安尼叫做人的辛劳。但台湾话的辛劳，就是唔是形容词哦。但华语是讲吼，这件代志费去你真侪心情，安尼叫做辛劳。但台湾话无，所以咱袂使讲吼，哦，这个工课你真辛劳，无安尼讲。辛劳单纯就是讲员工的意思。来，咱讲吼，做人的辛劳吼，逐工早起吼，困精神，就爱拍拼来甲头家斗骹手。精神哦，精神这原来无共呢。那华语是名词，伫咧打扮，敢若表明讲哦，这个人精神好甲歹。啊，台湾话虽然有安尼生讲啦，不过另外一款解说，唔是当作名词，是当作动词。简单讲，国情头拄仔咧举例讲，做人的辛劳，逐工困精神，精神的时阵，这动词啊，啊，就醒起来做精神。做人的辛劳，精神哦，你会记哦，精神就是困醒哦。这华语无这种用法啦哦，精神就要来甲头家斗做工课，因为阮头家吼，家己吼，原来伫咧做小生意啦。哦，讲遮搁一句。生理，谈台湾话，就是头路，就是事业，就是大细的生理。啊，不过华语唔是哦，华语是咧讲咱人体机能运转种的自然的现象，安尼叫做生理。但华语内底，若咧讲做头路、做事业者，唔是这两字啦，是写生意啦，意思的意啦。所以看到这两字，华语甲台语解说就无相共哦。咱讲做生理华语，你袂使讲做生理，袂使哦。安尼就重谈。啊，国情头拄仔咧讲，用台湾话伫咧表明，做人的辛劳，逐工精神，就爱甲头家斗做一个小生理。啊，我吼唔敢望要好业，阮头家嘛手面趁尖，我是加减做到3顿8年。我若望讲要大发挥、大发财，迄就袂输看有才无简单件，亲像佛祖伫咧片香烟。香烟这两字，原来解说无共，咱知影华语就是不分食分的意思。那台湾话就是咱去拜佛祖点香，另外3生4果咧甲拜。毋过吼，人真够讲笑讲佛祖就是看有食无简单件，伊也无可能食你的贡品，无可能啦。敢若骗你这个香烟，对，点香插落去所熏起来这个烟，但佛祖面前这个烟，或者香烟，甲华语的解说是大不相同啦。